大家好啊！今日就嚟到10月20號，就係星期五嚟嘅。今日指數方面嘅話咧，就係上升嘅，就係高開25,884點啦。全日咧就係越升越有嘅，最後收市就係報25,858點，升611點啊。總成交就係報2391億嘅。就見到呢排成交方面嘅話咧，雖然交易區間係比較細啊，你覺得呢排成交咧都係 keep 得住2000億嘅，所以咧我呢排都係重複再重複再重複啦。其實你或者388方面嘅話，我自己咧都係腳睇好嘅，而其實你呢啲成交嘅話咧，你嘅價咧起碼值550蚊嘅。你睇翻當時嘅話咧，其實當時佢600蚊嗰陣時嘅話咧，唔係當時佢550蚊係佢嗰個高位咧，而當時成交咧係比而家咧係仲少啲嘅，加上咧當時嘅 IPO 咧亦都係少一截啦，所以就你講呢排 IPO 又勁，跟住你嗰成交咁勁嘅話咧，其實佢呢啲價咧真係唔合理嘅。而大家如果係相信港股係繼續行牛市咧，而我自己就相信港股啊成個趨勢啊都係上升嘅，而我自己相信咧港股牛市咧仲未完畢啦，所以就係咯，我自己咧都係腳睇好咧隻388嘅。至於短炒方面嘅話咧，我琴日都星期五條片都講咗啦，我就係走咗我所有港股嘅好倉嘅。點解咧？就因為咧其實呢排咧嘅市咧都係比較錯啊，而其實好多時候你用嗰啲短炒工具嘅話咧，其實都係有槓桿咧，而其實你逢係一啲咁錯嘅市嘅話咧，你炒啲槓桿工具嘅話咧，其實都係比較難啊，又走出又走入咧。其實我自己咧都係覺得比較難啊，所以就呢排咧。如果你話短炒方面嘅話咧，我主要咧都係炒緊嗰啲美股啲個股嘅，而一隻咧就係隻 Intel 啦。不過咧港股方面嘅話咧，我自己都係睇升啦。而如果你話最睇好嗰隻啊，就係睇好隻2628嘅。始終咧其實2628我之前都講過啦，佢最好嘅地方咧就係有嗰個 AH 差價。而其實呢個 AH 差價雖然係咁耐以嚟都係有呢個 AH 差價啦，不過其實我自己就覺得咧，你逢係牛市嘅話咧，好多時候咧都會市場啊都會揾一啲嘢炒嘅，即係夾硬嚟都會揾一啲嘢炒咧。而我自己就覺得去到某一部位咧，其實咧有機會咧到時咧係會炒埋呢個 AH 差價嘅，因為咧佢嗰個 AH 差價真係好誇張，有差唔多成50%嘅。而其實佢只要係由50%收到去2成嘅話咧，其實你都係賺到好多，嗰個利潤空間咧真係可以好大啊！加上咧其實你即係中人壽都好簡單啦，佢主要咧都係持有住比較多 A 股。佢嗰個投資收益方面嘅話咧，今年咧係增加得比較大啦，因為咧你大家都見到呢排港股 A 股都係比較強勢啦。而其實只要 A 股港股係升嘅話咧，呢隻咧只會係升嘅。而所以咧就係咯，我自己咧都係腳睇好隻中人壽啦，同埋佢根本冇關稅影響嘅。只要其實你特朗普加1000% 關稅嘅話咧，其實咧佢呢間公司咧都唔會受影響嘅，因為咧佢都係做內地嗰啲生意啦，所以就我自己咧都係覺得呢間公司咧係唔錯嘅。而如果話短炒方面，我最睇好咧真係2628啦。不過如果話正股方面真係長線啲嘅話咧，我自己咧主要咧都係睇好隻388嘅。美股方面嘅話咧，我都係主要都係睇好隻 MGM 啦。MGM 方面嘅話咧，我自己就覺得呢隻咧真係你只要係肯坐嘅話咧，其實呢隻50蚊60蚊咧真係唔難嘅。而係咯，我都係咁講啦。其實你買呢隻，你只要係有其實你有耐性啊，你買落去唔望，完全唔望，你有耐性，你捱到中間嘅波動，識捱價嘅話咧，其實呢隻咧我自己就覺得你利潤機會咧真係好大嘅。除咗呢隻之外嘅話咧，我都係講隻麥當勞咧。始終咧其實美股方面而家估值係有少少高嘅，而其實我自己唔係覺得見頂啊。不過其實如果話估值方面你而家衝落去嘅話係有危險性嘅。你嗰啲科技股你去炒到咁貴 P，雖然你睇翻 4P 唔係太貴啦，不過如果萬一即係 Nvidia 突然之間 EPS 係放慢，即係冇之前 projected 嗰個咁高嘅話咧，其實佢有機會係會跌翻落去，即係120蚊啊、100蚊嗰啲水平位嘅。其實我唔係覺得係會，不過其實你逢係投資嘅話咧，你都係要做好準備咧。而我自己咧主要倉位咧都係部署住呢啲避險股嘅，即係麥當勞呢啲股份嘅。所以如果個市真係萬一真係急回，即係突然之間係回1成、兩成、3成嘅話咧，其實我自己倉位咧都係會受保護，因為咧我又有麥當勞，跟住又有美債，又有澳洲指債。其實我基本上而家倉位咧係準備好晒。而就算個市係大回調，或者到時美國政府係大 QE 大減息嘅話咧，其實我自己咧都會賺到錢嘅。唯一係賺多賺少嘅啫。不過我自己咧都係其實你持有住美債，你只要係減息嘅話咧，你基本上你賺嘅機會係100%啦。所以就我自己就覺得你基本上而家持有住債券加呢啲防守股啊咧，其實我自己就覺得係一個最好嘅選擇，因為咧你大牛市又賺到，跟住大冧市嘅話咧，你係有機會係會蝕錢嘅。不過
你如果你有啲債券頂住個倉位，其實你債券有賺嘅話咧，其實你頭尾咧唔會輸錢啊！你分分鐘咧，你係可以個市冧咗落去，跟住你到時你變現啲現金出嚟衝入去啲科技股都係可以嘅。所以就我自己呢排咧都係呢個操作咧，而港股方面嘅話咧，我都係繼續睇好隻人壽啦，同埋咧亦都係睇好咧隻388啦，同埋。係咯，就如果大家係想炒下啲科網股啊咧，其實係可以嘅。不過始終咧，其實你呢排啲北水資金咧，主要咧都係衝嗰啲舊經濟股嘅。而其實我自己就覺得呢一轉啊，啲科網股係會升嘅。不過其實我自己就覺得你話安全啲嘅話咧，都係2628咧。始終其實你話阿里巴巴方面嘅話咧，點都會受關稅影響嘅。即係咧，如果地真係1000% 關稅嘅話咧，佢一定係會受影響，因為咧。你地產加咁多關稅嘅話咧，其實唔講1000啦，其實你講50% 關稅嘅話咧，其實一定係會對內地啲消費力係會受影響嘅。而其實你阿里巴巴啊、美團啊、京東啊、騰訊嘅話呢啲都係幾靠消費嘅。而其實消費跌落嚟嘅話咧，呢啲點都會受影響嘅。所以就我自己就覺得即係2628咧，暫時最穩陣啊！即係咧，你試大牛市又賺到啊，跟住你又有關稅又賺到錢啊！即係你只要係穩定翻少少嘅話咧，即係市場係穩定翻少少嘅話咧，其實呢隻咧有機會係會上升翻嘅，所以就係咯，暫時呢個我嘅操作咧，而大家就可以攞嚟做參考嘅。好啦，都冇乜特別啦，就記得我以上都唔係投資建議啦，就意見總參考。記得大家睇完消費先做任何操作一部署啦，就投資涉及風險啦，任何收益損失對本人無關嘅。好啦，就講到差唔多，拜拜。